习近平伫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再一次来强调，无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。同一时间，中国的官方媒体嘛报甲大篇，讲国民党发贺电，表达因坚持九二共识、甲反台独的立场。这是引发到民进党的大批评，讲国民党这款的态度会互送入去历史的焚化炉。国民党是来回讲。两岸关系，和民进党是武假相险可怕。国民党协助甲两岸情势稳定落来，讲这例行性的贺电，无必要大惊小怪。台湾地区有关政党、团体和人士以各种形式表示祝贺。央视报道公开国民党嘅恭喜中共20大召开内容讲到，在九二共识、反对台独基础上，两岸各项交流和合作成果丰富。大标题说甲台湾讲这是一个地区，和民进党美甲无力。在国家认同上面的没有办法去彻底反转的话，这政党是会被消灭的，会送进历史的焚化炉。尤其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则打讲，未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。这个贺电若时机敏感，佮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一讲的态度淡薄无同。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任何的要意图破坏中华民国、伤害中华民国，我们绝对反对到底。国民党每次在跟中共交手被矮化，已经不是第一次。那他们看起来也甘之如饴，仍然用膝盖式的思考，还是发了这样的贺电。不过国民党认为贺电祝福是一个惯例，无什么奇怪，嘛是替两岸交流维持管道。两岸关系被民进党搞得非常的兵凶战危，协助把两岸的情势稳定下来。所以，我想这样子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贺电，应该不值得外界大惊小怪。蔡主席当时能够发个贺电，告诉他兵戎相见，绝非我们两岸人民互动的一个选项，说不定这个习近平也会做出回应。两岸情势紧张，贺电内容要大检视，毛调雅拢小争未完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